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5月27日。箴言18章70安尼讲：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，義人走入就得到安穩。咱三個來祈禱，互阮得到安穩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無所不能、無所不在的上帝，你是阮艱難中的倚靠，是阮危險的時的避難所。因為安尼，阮要放下所有的重擔，單單來到你的十股下，求你互阮通美佇你的內面。主啊，面對阮生命中的困難甲艱苦，阮找無出路，也找無解決的步，因為阮無進入你的堅固台，對你來得到安息。懇求你幫助阮，互阮通學習親像義人，歡喜走入你的內面，通得到生命的安穩，真正的平安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願主幫助咱進入伊的堅固關台，得到生命真正的平安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